讲道，耶和华唱新歌，请陈牧师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你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丰盛，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。上界感谢主的是，阮伫圣主日会当进入主你的圣殿，敬拜主，阿乐主，感谢主。我们将阮的敬拜恭敬交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圣洁阮心中遐无好的物件，互阮独独用喜乐的心来面对主，为对主领上新的愿望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兄姐，大家平安。要过年啊！吼，这个拜六就是过年啊。我咧想吼，有个人真爱过年，可能特别就是囡仔吼，爱过年。啊，过来就是会当摕到足济红包的四大人嘛，足爱过年吼。这我拢无啦。所以你在想讲，我可能无啥爱过年。过年来讲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责任。我准备真侪物件。恁兄弟姊妹，咱搁倒转来，咱今仔日的题目，耶和华唱新的歌。这是每一年大概。牧师咧呼吁人讲，你来去想，你伫今年要安怎来过？你要安怎领受圣经节的恩典的时，我拢会去想到即句话。若是掀开我讲道的记录吼，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可能这个讲道吼是我讲上界侪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基督徒吼。耶和华上帝一直甲咱讲，咱来做新的人，做新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互咱的恩典、仁慈甲疼，每一日拢是啥物？拢是新的。这是基督徒一个足特别的身份，咱拢会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但是吼。咱要安怎做新造的人，无简单哦。我逐年拢咧想，我伫今年会当唱什么款的歌？当时这条歌是我甲上帝亲密的歌曲啦吼。我会当对遐，我会当用什么歌来甲俄乐来应邀伊，所以我就会想足济，我爱改掉我一寡物件。大扫除毋是安尼嘛？咱先将咱的内心，吼，咱先将咱兜的一寡歹的物件先甲淡掉，安尼吼，咱才会当看到遐美好的。我伫咧想我今年我的心中吼，我爱将我遐无好的个性，我足急性的，吼，是讲，我看代志吼，足紧就甲伊判断。我伫家己吼，我有一本属灵的日记。我得让家己写，搁用圣经节祈祷，恳求上帝改变我。今年我要唱的新的歌是啥物？吼，是我要成做啥物种的基督徒？我写足济我的愿望落去。恁兄弟，我敢有照安尼行？我若是有照安尼行吼，哇，真正是。我大大进步啦！伫拜三，牧师准备要去德国，我起码是也个足歹。
过年啊，教会上无用，这个会你会使甲伊拒绝。啊，最主要的理由是啥物？因为牧师坐要3日的会轮机车吼到迄个所在，开会无到2日，然后伊还阁赶转来。啊，即马赶转来吼，伊会稀累累2、3日。啊，咱晚年啊，咱教会有足侪爱准备的。啊，牧师在忝的时阵，伊就讲啊，无要紧啦，迄甲藏咧。啊，我是一个足急性的，所以伫我要去二基，伊要载我去二基，迄落看医生的时阵，阮2个伫车顶就爆发出来。牧师就讲哦，其实吼，我嘛足忝的吼，爱来找一个某某兄弟甲我瞧瞧，我就足生气，我就讲啊，你遐尼忝，你要搁去德国创啥？牧师就讲，我票已经贴好啊，你莫阁念啊。我就讲吼，我真正吼想到你要去，我就足郁卒的。迄个时阵，牧师就很帅的把车停在路边，让你落车。啊，我嘛很帅的为车门右就讲，绝对无可能。然后空气就凝固了。这是阮2个相处模式哦，空气就凝固了。啊，阮就看啥物人达成陪笑脸啦吼，啊，当然最后的结果是，我足快乐去看我的报告，迄个医生嘛甲我讲，哇，牧师，你虽然吼有一寡问题，但是你的心脏也足勇的呢。我感谢主吼，我曾牧师训练出来，心脏也去足勇的。这就是旧的我，两兄姊妹，我每一年拢听我上帝讲，你互我为你唱一首新的歌。这首新的歌，互我的生命更较安那圆满。圣经吼有甲咱讲，基督徒的生命要均平。啥叫做均平？迄个原文就是讲圆满、美好。健康、平安、幸福，但是人为什么定定要偏离这个方向？所以我当年拢咧甲上帝祈祷，互我今年唱这条新的歌，更较完满、完美，更较美满。这是我的愿望。两兄姊妹，你有安尼愿望无？你有安尼愿望无？咱若是有安尼愿望，咱今日做伙，咱来思考一寡问题。若要上帝唱一条新的歌，咱必须要成做新的人。咱拢知影这个道理啦，吼，咱拢知影这个道理。这个新的人才有法度领受新的祝福。这个新的人，咱必须要伫认真祈祷、认真读圣经，进入耶稣基督的内面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讲咱爱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咱才有法度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咱要安怎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？简单来讲，咱拢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啊。但是有一个神学家，伊分析咱的信心有这几种的问题，咱做伙来看。我真爱看这个神学家写的册，伊写的足侪注解的册吼，互真侪人得到足大的帮助。伊咧分析，伊讲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。咱讲，咱要对耶稣基督的脚步，咱要对耶稣安怎做，咱就要安怎做。这咱拢知的道理，但是伫这个道理的下面，咱常常发生这3种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
咱远远咧对耶稣，咱毋敢话伊，咱远远咧看。我今日来教会，我咧看，今日教会要大扫除咧吼，我来看像咧大扫除，跟我没有关系。远远咧看，也阁有，伊讲有人对耶稣吼，对甲会惊呢？为什么对耶稣对甲会惊？然后伊讲第三种的情形是拒绝耶稣。虽然是基督徒，但是伊选择拒绝耶稣。你兄弟姊妹，详细来想，这三种的情形是咱信仰的历程啦吼。其他日我可能嘛是远远咧军队，其他日我可能就了会惊哦，发生这个代志，耶稣毋知帮助我未？其他日我可能会想讲。足久礼拜日无出来佚佗吼，我先出来佚佗者，我甲上帝请一下假咧，这叫做拒绝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知影信仰有两项上重要的代志。圣经的第一个祝福是啥物？基督徒拢爱领受祝福，但是恁爱知圣经的第一个祝福。圣经的第一个祝福是上帝祝福圣主日。圣主日是上帝所祝福的。每一个来到伊的面头前的人，叫做啥物？来到施恩宝座，要领受上帝祝福。你们兄弟姊妹，基督徒必须爱知影这点。咱要领受上帝祝福，第二个上个重要就是服侍上帝。服侍上帝足重要。安息日你来遮做礼拜，嘛是服侍；清洁圣殿嘛是服侍；互人好好嘛是服侍；嘴讲好话嘛是服侍；好的行为、好的话语，迄拢叫做服侍。毋是伫教会内，你伫外面。嘛是爱安尼咧去做。你们兄弟姊妹，这三个是咱检讨的功课。你有远远徛咧看耶稣无？必定远远徛咧看耶稣，所以伫伊的信仰出问题。耶稣的学生对耶稣对甲惊，为什么？耶稣无照伊所想的安尼。天哪！我安尼祷告，为什么耶稣无互我？我甲你讲，耶稣乃当照你所想的安尼吼，伊就无叫做真神上帝，伊叫做啥物？神灯，叫做阿拉丁。你要爱啥，你甲伊猜一猜，给我什么，他就给你什么。但是上帝是看咱，为第一日看到上尾迄日的上帝，伊是时间宇宙的主宰。伊看咱是伊徛伫关关，伊看着咱的全部，伊毋是看着咱一点。检查你今日甲伊讨这伊摆互你，是因为后壁有一个更较好的，伊是要为你备办。咱信主的人必须爱了解。这个问题，你兄姊妹，咱今仔日搁一遍用这三项，咱要随时记咧。我对上帝，我有对甲惊无？惊什么？惊改变啦！惊我变做无共款啦！惊我必须爱安那改变我的个性、我的喜欢、我的兴趣。所以，咱因为安尼，咱就拒绝上帝。拒绝上帝的人，是伊买互上帝做伊心中的第一个选择。有这个选择的时阵，咱若甲上帝放做第一位咧选择，会无共款，会无共款。你们兄弟姊妹，请咱毋免惊，我伫遮要真好胆，甲咱做一个保证。
我要做这个保证，毋是我牧师的身份，是我个人信仰的感觉。迄句话就是你们信对了，信上帝是绝对对的代志。相信上帝是咱一生上大的福气，甲幸福。有一寡物件我袂当伫即马讲，但是伫我已经想好吼，我退休迄日的讲道吼，我一定要甲恁讲遮个代志，较袂吼，互恁发生误解。恁遐弟姊妹，耶稣甲咱保证。你讲牧师，你的保证是可能你较 lucky， 上帝较疼你，对你较好。无，你遐弟姊妹，咱来看耶稣基督甲咱的保证是啥物？耶稣对这要对伊的人讲吼，伊讲我是世界的光，恁来，我着无要互恁伫黑暗的内面。你遐弟姊妹，啥物叫做黑暗？伫这31年的中间。咱的中间有足侪人真负面呢，伫咱的中间有足侪人足苦毒呢，伫咱的中间有足侪人感觉大家都对不起我，伫咱的中间有足侪人都是别人的错，伫咱的中间有足侪人礼拜日来做礼拜，但是伊咧困。你位遐的姊妹。可笑呢！咱爱掠掉耶稣基督，互咱这两个祝福。来我的头前，领受我的光，恁无搁伫黑暗内底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恁的生命不再有苦毒，不再有你遐自卑行为，嘛不再有你家己自以为戆嘟嘟很好的感觉。那么遐的姊妹，过来，耶稣去甲咱保证。我要互恁足丰盛的生命，恁有领受着无？确实，耶稣会当互咱足丰盛的生命。今日咱内底有真侪人，是阮来得顿教会就伫这当中的。恁若详细想，耶稣有听得顿教会无？有祝福咱得顿教会无？若是搁倒转去31年，恁来得顿教会，恁可能恁会感觉讲可怜，这间教会较会安尼。但是经过上帝听，上帝开力，31年改变咱，互咱丰盛。搁再丰盛，咱生活伫内面的人，照讲，上帝祝福落来，伫咱的硬体，伫咱的软体，嘛伫咱的心灵内底。但是你有领受到无？还是你永远远徛咧看讲，哇，我拢是，我都袂晓啦，我都安尼尔啦，吼。还是你也阁用足侪理由去拒绝听你的上帝。新的一年，但愿咱来写迄条歌，迄条歌是充满喜乐、光明、佮丰盛，好无？咱共同来写一条足水的歌。咱遐弟姊妹，伫咱要做遮个进入上帝祝福。真做新做的人的时阵，咱爱阁注意一样代志，就是咱的行为。圣经足清楚甲咱讲，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你敢讲哦，我相信上帝；你敢讲哦，上帝改变我足济，但是你做出来，永远互人无法度感动的时阵。你所讲的遐话，拢总无效。信心必须爱因为行为，才会当真做圆满的。那么遐弟姊妹，
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。我认真信上帝，我认真服侍上帝，上帝祝福我，我就过丰盛的生命。基督徒这条路足简单吼，足简单啊！但是有足侪人，亲像摩西吼，带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踅来踅过去啦。迄听讲7日就会当行出来，摩西行40年呢。这40年中间，因敢无上帝？你若认真读出埃及记，你会感觉人的心较会遐尼空咧。上帝讲吼，我日是用啥物分挑呢？我暗是用啥物花挑呢？我安尼咧带恁行咧。但是迄阵人看久吼，看分挑花挑看久，煞无稀罕啦。一个人咧冤家，明明上帝记号伫遐呢，但是因无感觉啥物，因踮遐冤家，冤家甲摩西起性地，冤家甲摩西埋怨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敢会互我带即阵人咧？咱兄弟，今仔日咱的教会嘛有足侪上帝记号伫咱的内面。今日咱的教会嘛有足侪上帝气力伫咱的当中。今日咱的教会嘛有真侪上帝的祝福、气力、力量、稳定，伫咱拢会当看会到的中间，是你有看到，也是无看到。甲以色列百姓同款，伫旷野戆戆行，啊，明明花条就伫遐。明明分条就伫遐，上帝甲因讲啊足清楚的呢。恁爱看我的分条安怎的时阵，就是恁开始要行的时阵。但是无人愿意照安尼行。我有伫顶摆讲道，我有甲咱做一个见证。伫摩西足失志，伊无愿意佮接受这个历史的责任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一句话，啥物话？恁有人会记得无？廖一鸣一定会记得。手骨啊啦！上帝讲我的手骨敢遐短啦？伫摩西足怨叹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一句话，讲我的手骨敢遐短？哇！摩西规个人拢清醒起来了。伊对迄个时阵唱一首新的歌，成做民族上界伟大的领袖，就是摩西。伊带以色列人一直行到约旦河边，然后摩西伫伊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将伊这首歌唱出来。两位兄弟姊妹。伊甲以色列人讲：恁敢知上帝这一路安怎带咱行？上帝毋是牵咱行，上帝毋是抱咱行，上帝是爱咱行。我希望各位兄弟姊妹，恁来会记得，当摩西领受到这句话的时阵，伊最后唱出来迄首新的歌，讲上帝爱咱行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上帝气力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大，何等的疼，伊是爱咱咧行。伫恁的生命内面，恁有感觉上帝咧爱恁行无？若无，恁会当等待，上帝会当安尼来引带恁。所以恁好胆来做基督徒，因为上帝要爱咱。咱要搁倒转来，所有基督徒的行为，恁有注意到无？这句话牧师伫最近的讲道常常提出来讲，常常提出来讲。伊讲上帝是看人的心的，上帝要照人所行所做
来报应伊。即句话吼，毋是只有伫亚利米旧约。咱若是以色列人吼，可能即句话自细汉咱来背起来。我所行所做会影响上帝对我的祝福。罗马书保罗伊阁讲一解，讲上帝照恁的行为，照恁的行为来互恁，互恁啥物？互恁祝福。伫启示录圣经上后壁阁讲一解，甲即句话一模一样。恁回去会当去找吼，讲上帝要照大人所行所做来报应伊。咱真做者基督徒，可能有一寡代志咱较歹势去想。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伊甲伊的妈妈传福音，伊伫爱伊妈妈洗礼。爱妈妈就无爱歹势，拢讲歹势。甲伊妈妈要过身的时阵，甲伊妈妈要过身的时阵，伊请牧师去因兜，要甲伊的妈妈洗礼。啊，这个故事是迄个牧师甲我讲，伊妈妈甲迄个牧师的手换咧，讲牧师足歹势呢。啊！要死啊！才要去责做上帝。世人我也毋捌替伊做啥，我要死啊！才要去责做伊，安尼敢好？迄个牧师嘛真幽默，伊讲我嘛毋知好也无好，无你去遐责做看卖咧。伊阵伫遐受洗咧，但是后来我这朋友甲我讲，伊的妈妈过身的时。伊的面咧笑，阮看见足侪会友、足侪朋友过身，有个人过身的面拢白掉咧，有个人过身的时面笑眯眯哦。所以我相信我这朋友讲，伊的妈妈去责做上帝啊！会讲出来即款话的人，一定是足细字行的人。一定是是非善恶分甲足清楚的人，伊一定毋是一个贪心，一定毋是一个随便的人。所以伊一直想讲，我即世人拢无甲上帝做啥物，我要死啊，敢通好去甲伊责做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信仰伫咱的心中，个人表现出来拢无共款。有个人心真雄，伊感觉我做安尼无人知；有个人喙真紧，伊感觉我讲安尼可能无要紧；有个人惯势，讲话真酸，但是伊家己听无，因为伊的妈妈就是安尼讲。今仔日咱嘛当看到伊的儿女嘛是安尼讲，检查有一日伊的孙嘛安尼讲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互咱做伙来进步。我足爱圣经有一句话，圣经迄句话，伊讲，咱爱知影，咱是上帝拣调来的人，咱今日坐伫遮都不是偶然哦。上帝互咱逐个拢来这个所在，要做啥物？伊讲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就是咱逐个拢三甲来啦，互每一个人伫咧遮拢得到利益。教会生活就是安尼，凡事三甲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今日咱的教会遐尼大片，咱常常爱照顾，随时维持，互人入来，讲咱的教会有清气，讲咱的教会真整齐，这是阮做牧师所努力的。
迄个倒来选举迄个礼拜吼，啊，拄啊，咱遮是迄个大概吼，咱的好会了，拢会拄啊卡着迄个咱的乡的互助社开会，伊拢会招咱的教会。啊，即届开会吼，倒来足侪少年家啊，少年囡仔，啊，一群少年囡仔吼入来，啊，因就讲哇。这里都不一样了啊！我小时候吼，遐有啥遐有啥，哇，即嘛，然后开始拍照，吼，啊，我就出来徛咧甲伊看，我想讲，伊若甲伊细汉有倒位是安那，伊敢袂认咧我，哦，我就徛咧甲伊看，一个佫甲我讲，嗨，你还在这里？你兄弟姊妹。因足欢喜，我嘛足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学了咱的教诲，万行书三甲来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我希望咱嘛安尼来听咱的教诲。最后，我要佮讲，服侍上帝是上正确的行为，听上帝。是上正确的行为，上帝要照咱所做的祝福伫咱的心中。阿门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主赦免阮，阮常常想要照你的话来做，但是阮常常佮照阮家己的意思落去做。阮拢知影你的道理，但阮却是。互阮家己的心思意念搁较赢，阮拢了解你的心意，但是阮常常照阮的心意来离开你。恳求主你赦免阮，祝福阮过一个新的年，领受新的快乐，互阮伫这个快乐内面。我会当写一首新的歌，充满愿望，充满感恩，充满喜乐，充满乐乐。伫我一年经过，阮阁欢喜为主你来唱另外一条新的歌。阮的人生要伫主你的内面，进入你的光明。享受你的丰盛，日日按住你讨红包，就是你的祝福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